每年7、8月是东势高阶梨的盛产期，农家欢喜采收后还不得闲，冬天嫁接前得要确保果树能休养生息到最佳状态。这个叶子跟这个叶子又不一样，这个是原生种，这个就是温带梨的种。眼前的叶太竹土生土长的东势人，对于嫁接技术自信满满，连工具都能让他骄傲。人家都要3把刀，我是只要带1把刀，因为这个不然人家都是要这边还有剪刀锯子，然后再一把这个嫁接刀，还有一个接梨穗刀。一个刀就是我一个刀就可以全部。说起嫁接如数家珍，但是留着一撮山羊胡的叶太竹明显和一般果农不一样。原本他是一位陶艺家，但921大震震垮了烧窑，却也振起了保存东势的念头。于是叶太竹捐出了自家山坡地，打造梨文化馆。那时候就刚好地震完了以后，就什么产业振兴嘛，就是包括我们这边的水果产业，所以说才有梨文化馆。振兴里面必须要把文化一些历史的东西把它研发出来。公开东势高阶梨之所以甜美多汁，是因为取日本温带梨和当地横山梨树嫁接，更将当年嫁接之父和研发团队的故事完整呈现，连技术都不保留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我们把文化部分把它扎根下来，让很多消费者也好，或者我们这边的耕种梨农也好，能知道说高阶梨，它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。从接穗、嫁接固定、开花、幼果、套装到成熟期，一目了然。叶太竹要让更多人知道东势高阶梨的完美。订单早就接满，农会里大伙儿手没停过。一颗颗刚采下的高阶梨，在送出东势前，可得经过严格把关。这个标准一定要11度，因为梨子11度以上，要达11度以后，那个甜度跟酸度刚好最好吃的时候。够甜够饱满，要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对东势高阶梨赞不绝口，这是叶太竹客家人的坚持，也是他守护东势高阶梨的心情。沉甸甸的高阶梨，叶太竹细心呵护，以客家人的坚持做养分，以艺术家的心境来维系。品尝满口芳香，也找到我的感动时刻。